哦，你看香蕉有这么多蚂蚁啊，黑黑的，密密麻麻。哦，不要去碰它，碰它哦，那就整个都跑出来了。哦，蚂蚁啊！你看呢，还有那个黑色的呢，还有那红色的呢啊，红色的跟那个火蚁又不一样嘛。火蚁的话会可能对生命造成危险。哦，危险！哦，你看，里面都空心的。你看那个蚂蚁还知道去用那个地方做巢。那个下雨的话，雨水会往下流。你看这个水通道。然后还有看到鸟巢了。哦，刚刚采收这个香蕉，你看到有鸟巢，鸟巢就塞在这里面，可能。香蕉小小的时候就做鸟巢，里面还有蛋呢，还有鸟蛋呢。哦，这香蕉这么高，要用圆锹这样挖一挖，再把它拉下来，拉下来靠近地面呢，要手赶快去抓住那个香蕉串，然后拉到田上田里面来工作。